周杰倫喺香港開個唱，迎月呢日終於有得唞下啦。點知唞啊，仲有得 happy 啊！周杰倫海日開 P， 藍妹傅嘉莉應召，阿 J 俾成班人圍住返到酒店，唔夠10分鐘就有唔少靚女喺酒店大堂出現啦。咦，呢個咪藍妹？超短熱褲戰鬥格實到，成個8月15見晒咁滯，夠晒應景喎。跟住傅嘉莉都到埋，呢兩個人入晒總統套房之後，蘇子賢同打出心口事業線嘅文海玲一行幾人浩浩蕩蕩撲上周杰倫嘅總統套房。啊！成班靚女一抽二楞入房玩咩呢？唔通佢哋玩，抑或係咁樣呢？或者係咁樣呢？哦，全部都唔係。聽知情者講，阿 J 呢日就唔使開工，就揾晒成班 friend 上房開 P。呢班靚模就係俾中間人 call 嚟同阿 J 吹下水 happy 下嘅，連佢老死余文樂都喺度噶。不過中間人就話明唔准影相，唔准講出去喎。至於最後邊個留低咗，或者成功抄到牌，咁就唔知啦。